好，今日的节目是来记到曝歌声，做开始带来一首少女的心声。谢谢大家，这首叫做《少女的心声》。哎，是大人交代的时阵哦，吼爱目睭金哦，目睭啊表金。对，啊，搁以早我咧讲哦，老师啊，以早是大人讲话敢若圣旨咧，讲拢着爱照做爱听。在家丈夫啦。对，啊，在家丈夫啊，在出外靠朋友。对，吼，啊，那嫁翁讲啊丈夫。丈夫啦，三从四德。哎，我咧讲，民国初年的时候，哎呀。迄阵拢有迄一寡上海、上海滩拢有一寡舞厅对无？是。哦，啊舞厅的头家吼有一个查某囝足水的。是。哦，啊这水姑娘一定足侪人要掠的对无？对。但是呢，伊就安怎看拢总无介意啦，介意舞厅内底一个工人的即种安尼乐手吼，那吉他手啦。哦，啊这吉他手吼，但是老爸当然无同意啊，我一个头家。哦，阮的查某囝佫生得遮水着，我爱嫁较好的啊。哦，我咧讲哦，真正有够难，甲嫁互一个吼驻美大使。驻美的大使。大使呢？哦，啊当然啦，伊足伤心的吼，人嫁翁啊，就安尼丈夫啊嘛。要嫁，毋是心爱啦。对啊，嫁的时阵啊，就要去美国住，离开即个乐师哦的时阵啊。是。
伊就甲交代，伊就讲吼，咱吼希望讲有生之年啦，搁再来相会时阵，我都伊爱干，但是无法度啊。咱老爸家做迄落啊，做父母的主动，对啊，反对。但是迄时阵伊就摕一项物件讲吼，来做咱两个相爱的信物。是，第三物件咧，一块现大洋，迄较足大的。一箍呢？那一箍银的时阵，替我买真济物件。嘿啊，伊讲1块钱的大洋啦吼，哦，伊讲吼，这摕咱若讲有生之年吼，若搁再相见的时阵，这就是咱相爱信物。两个人会这个。安尼离开了后，一晃30冬啦。咻，这就过啊。30冬经过啊。是。这时间30年了后，伊就安那坐飞机转来啊嘛。是。转来时阵呢，吼，伊一个落机场的时阵，哇，头前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。哎呦，这个人喺脚趾片后边咧看到这啦。竟然熟悉着啦！原来就是阿明。迄个义大手阿明啦，即马伫遐咧扭，咧拖3轮车。啊，但是呢，伊嘛看到的时阵吼，两眼相对的时阵，目眶都红啊，对无？但是嘛是默默的，默默的，安尼目屎干目镜，嘛甲坐，嘛坐车，嘛甲坐去哩啊，互伊安尼吼，3轮车家己塞啊，吼，然后一路两个拢总无讲话哦，拢总没有交集。但是吼，甲拖到因即个舞厅的门口的时阵，百乐门。哦，对，迄早拢讲百乐门对无吼？伊个舞厅的名叫做百乐门。伊就轻轻啊，目屎干咧，甲问讲多少钱？是多少钱啊？吼，哦，阿明，即个吼，义大手啊，即马变车夫啊，吼，5毛钱。嘿，就等于算5角啦。5角啊，但是吼，伊迄个信物，一个地啊底嘛，伊就甲拍开了后，嘿，摕伊珍藏30年的迄个1块大洋，转互伊啊。哦，即个阿明乐师看到，雄惊一跳，但是伊嘛无讲啥吼，就当地落裤底啊。了后，伊转到厝的时阵，一直看，一直上即箍。伊百感交集。对。想起了30年前。我咧讲吼，自迄时阵，伊写着一首世界名曲。什么世界名曲呢？来，你一条扣落互我咧，蹦车就会使哈。3轮车跑得快，上面坐个老太太，还要5毛给1块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爽！即对像这个3轮车跑得快，就是对像这个乐手的时阵，演变成即摆现主是世界名曲就对啦。讲到这啦，我来讲吼，这就讲有一些吼，一寡歌词也好，吼，也是讲。一寡咱生活的一寡点子，拢总一瞬间的。我今仔日吼，其实我是要讲，咱住伫台南咧昆明社啊，昆明社偌巧，你敢毋知？安那巧？今年正月初2的时阵，拄因阿孙的金孙哦，头一个金孙哦，4个月收烂啦。4个月收烂，但是正月初2，咱来收烂的时阵，爱去买迄个饼对无？爱灌空啊，刮咧啊。结果吼，伊想讲，这正月初2，大家亲戚朋友佫拢转来，这收烂的时阵吼，绝对收甲足清气对无？对。无饼要安怎？咸酸甜啦。咸酸甜。来做收烂。来，像安尼，转甲更一连啦。更一连，我咧讲吼，真正像我安尼吼，我讲你实在有够巧的啦。亲像破链的。嘿啊，讲像咧破链啊，你共款讲吼，嘿，我咧讲，俺摕安尼一块一块吼，转一安尼来。这算嘛饼啊，咱这嘛是饼啊，这是咸酸甜的饼啊，对无？好，摕这安尼一块一块吼，甲遮衣袍啦、古trang啦、阿祖啦、收烂啦，安尼看有巧无啦？所以讲吼，咱这观众朋友真正是足厉害哈，还有一些东西，就敢若这首歌共款哈，马上反应，无就爱想啊，想着讲桌顶拄过年时啊，大家桌顶拢有放这咸酸甜啊，讲好。是安尼，去甲用个针吼，甲蹭啊一块安尼，嘿，真正用这个收烂，足好势呢。
啊，这吼，我感觉反应嘛真好。啊，像我咧讲吼，像我今仔安尼吼，嘿，啊，怎个歹做吼，会做破咧嘛袂歹吼。是啊。啊，佫会使食，佫 Q，佫好食。有法度安尼讲一款故事。真正袂歹。这真正哦。这台南昆明所真正啊，这伊甲我讲的哈，无我哪晓想，这我想袂出来哈。我想袂出来讲，这会当做收烂的哈。来，感谢我山顶的囡仔。而且真得体。哦，这囡仔嘛真爱食。对，来，我即马吼先来讲者，老师下个单元啦吼。好。甲你开讲到遮啦，我即马来看嘛，什么人甲我拍好啊？哦，这部一开始真正足闹热的哈。哦，木火大哥、姚大哥，咱徐爸爸、徐妈妈。谢谢我咱桂清大哥，咱秋梅姐，啊，搁咱这个尤大哥、尤大嫂、秀仁大哥、梅香姐姐帮叫的秘书啊，这婚礼这啊吼，廖兴哥哥，谢谢文良大哥、王爸爸、博奇大哥好，谢谢我们的秋梅姐哈、金花姐啊，连贵哥哥、剑山大哥、坤兴大哥、秋瑾大姐，啊，搁有咱这个哦，秀峰佳佳、冰福哥哥、哦，美华姐姐哈。谢谢你们，新朋友也有10609。我安尼吼，咱讲真个，我按拄则排一排吼，排一排伫咧唱歌的时阵吼，敢若唱这味，嘴软直直顺出来。还味哒哒啦。袂，因为吼，你敢若闻到迄种咸酸甜的味的时阵，你嘴软水就烧出来。是酸甜。啊，但是吼，就是安那。很幸福的感觉，啊，感觉讲很快乐的感觉，吼，去食这咸酸甜，观众朋友就知影讲，吼，食迄喙吼，安尼酸甘甜啊，酸甘甜，吼，啊，心情加足好，啊，佫会消辣，啊，这真正是咱即届过年的时阵吼，观众朋友来，我讲恁听，咱的文钦大嫂，阮的香山嫂，伊讲吼，芳玲啊，我初一的时阵吼，甲你摕的迄咸酸甜都拢总无啊，我讲，啊，哪有遐紧？你迄毋是遮济包？伊讲毋是啊。会散喙啊！啊，各位亲戚朋友来的时阵吼，毋捌食过啦，吼，毋捌食过讲，这会当做个安尼一块安尼扁，吼，做个饼安尼啦，无大件吼，搁安尼无籽啦，安全，啊一落，吼，有够好势。就观众朋友讲吼，伊当年若讲啊，桌顶摕糖啊。拢囥咧无人食，囥甲我咧讲哦，囥甲热天，囥甲我咧讲，囥甲清明，清明的时阵全拼掉。今年无共款，做民主的讲吼，芳玲啊，我真正是今年做民主的，迄来的时阵吼，搁较补落，直甲补人起来，无的时阵我就较紧补，做民主。对。咱咧过年是毋是食一寡只油草？对。吼，啊，就感觉咧心头粗粗的。对。吼，啊，就是这咸酸甜甲读一粒啊，安尼吼，马上就安尼吼，会当解这个忧愁就对。对，好来，好开始讲到遮啦，咱即摆要来进行着咱点歌的时间啦哦吼，来安排一首歌曲，6首哦，头一首《港都好男儿》。海风吹着。小小城市，港都生活，全靠勇气情义。第二首最后的探戈，第二首哦吼，最后的探戈。最后的。最后的tango。第三首，这首歌我的哈，还是你的？你的。白牡丹啊。白牡丹笑文文。第四首。光东花哦，光东花哦，这首歌同款是芳玲的啊哈。今时世的各位目镜，红色的马兄。第五首，落山风。
思若是再回想，甲甜涩的悲伤。上尾一首《醉心恋》。明知袂当来作对，偏偏才来爱着你。事到如今要怎样？阮也毋敢做主意。来，谢谢。以上6首歌曲准备甲咱观众朋友咱来做互动哦，吼，看阮头前的专线电话来8326-317。8326-317。来，中华关系电话无关系嘅控诉，头一首《港岛好男儿》，第2首《最后探戈》，第3首《白牡丹》，第4首《广东花》，第5首《落山风》，上尾这首《醉心恋》，准备接电话。欢迎头一位观众朋友上线。哎，刘太太，喂，刘太太，三跟六3跟6呀，哦，我下卡哟嘿，谢谢好平安哦嘿，谢谢。醉心啊，你好，尤大嫂，喂，阿嫂你好啊，哦，来，老师好，今日我来讲的，我来点哦，最后的探戈甲广东花，安尼吼，阿嫂，我拄则咧讲你讲了，你今年迄过年的时阵是毋是？有啊，我有听啊。哦，坑的是毋是无够？安尼大家拢安尼第2年、第2啊，足爱食。哦，系啊，够好食。系啊，系啊。大家糖仔拢无人食，糖仔无人食咧。系吼。系啊。啊，以前拢啊糖啊粿，糖啊粿。系啊，对啊，糖仔拢啃较黏的。对，哦，今年赞巧了吼。而且健身体哦，对身体嘛有帮助。哎，你好，姚大哥。两位主持人好，我要听第4首甲第6首，谢谢，感恩。好，无问4题。跟6。喂，你好。欢迎。喂。迄个白牡丹啊。安尼哦，要白牡丹哦。哦。哦，我写开哈。哦。甲第5首啊。甲第5首哦。哦，我写开哦，好，拜拜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移民哥哥。喂，移民哥哥。嘿，来哦，换你样呢？来，爱听电话内面的。来，移民哥哥，来哦，嘿。你要点第4首的《广东花》，第6首的《醉心恋》。OK， 没有问题。好，谢谢你，平安了哈。好。哎，你好，徐妈妈。安尼。哎。我点第1甲第2。第1甲第2哦。哦，徐妈妈。我问你，你过年的时阵，你的咸酸甜有烧无？有啊。足有烧对。你以前藏糖仔边的时阵，敢有人甲你摕一袋安尼对无？喂。好，安尼我听电话筒哈，谢谢哈。好。无听。喂，陈妈妈。佳怡。陈妈妈。元宵节快乐！谢谢你。祝你天天幸福。感谢。记得问了跟党会跟翠金鸾。拜拜。 4跟6。好，真响，声有够响的啦。来，坤信哥哥。来哦。跟4。 3跟4哟。对了。哦，我写开哦哈。好，谢谢，感谢。啊，然后我叫这啊。你好。哦。我点第3条，甲第1条。安尼哦。嘿。好，谢谢阮外交姐哦哈。哦，谢谢。谢谢你。跟3。啊，你好，叶大姐。喂，你好。啊，叶大姐你好哈。要听多少？第6首。第6首。醉心。好，安尼我写开哈。好，谢谢叶大姐啊哈。好，谢谢。喂，春雄哥哥，等下落节目我甲你回电话哈。你哪一个？好啊，我知啦。真的啊？我昨伤晚啦，唔敢甲你卡来啦，太晚了哈。好，啊，你今仔要听倒一首歌？第3、第4啊。
第3跟第4票。三字啊。哦，无问题，我写开哦嘿。好啊好， ，OK 谢谢我们的春雄哥哥。好的，平安，谢谢大家。哇，来哦，哦，今仔的歌吼，大家你点拢差不多，来训练者哦。嗯。训练者，你今仔要听倒一首？喂。差不多啦。嘿，今仔要听倒一首？啊？什么跟6？来哦。无听哦。嘿，你的大哥大拢会背哈。你讲第几首？1跟6。1跟6。好，安尼就听好清楚啊。嘿，谢谢。好啦，宋五姐。来你啊。嗨，要听第6首？第6首哦。好，来，今晚要来安排啊。嘿，好，谢谢。来安排第6首歌曲哦，《翠心恋》。这首歌曲今晚目前上侪人点的啊吼。啊，方玲来给咱献唱这首歌哈，谢谢。来，这首《翠心恋》吼，我以前的歌吼，拢有故事的，一届拢总3拍，拢总无共款。啊，我感觉以前的歌手吼，也无大字报通去看，迄吼所有的歌拢总安尼记伫头壳，足够硬背啦，嘿嘿。嘿，即摆我咧讲哦，观众朋友，你看迄歌手伫咧办迄演唱会的时阵吼，伊迄头前拢有大字报通去看啦，嘿。甲我同款，我头前若无大字报，我嘛啊，我虽然无歌词像迄卡拉 OK 跳，我是看谱的，嘛爱有谱通去看，才有法度唱吼。好来，《翠心恋》，来这首歌曲是咱刘太太、尤大嫂、姚大哥、李平哥哥、陈妈妈、叶大姐、婚人姐、宋华姐所听芳玲献唱，邀请全国好朋友共同欣赏收听，谢谢。来感谢我的梅香姐哦。木火大哥、陈大姐、姚兴哥哥，哦，咱的比主啊，这里的拍声哦。明知甲你无缘分，心内为你乱纷纷，怨叹自己歹命运，忍着痛苦甘水。鼠哥哥、明子姐姐、同海陈大姐，谢谢碧华姐姐、尤大哥、尤大嫂您的歌声。你是有智有地位，阮是酒歌有影儿，明知影陪袂去，决心甲
好的，来谢谢。较等下嘛是我的歌呢，爸母丹。爸母丹。好的。来，听完了后先，这题较轻松。是啊是啊，但是呢，即马歌手就要来进行。迄首歌是《生死恋》啊。生死恋，催心恋吼。好来，即马要来进行，就先来进行第二阶段。第二阶段就是吼，甲咱观众朋友来做互动啊，吼。拄则你无来点歌，无你嘛来要歌。吼，咱一寡阿姐讲，吼，这对着这歌曲吼，逐首拢知，像阮咧秀芳姐就好啊。哦，伊可听讲吼，你唱伊嘛缀咧唱呢。对歌就足有兴趣。对，伊就讲吼，我逐工我若走落我地下室咧唱歌，吼，家己厝内底就有卡拉 OK 啊哈。好来，我即马呢来准备2首歌曲，甲咱观众朋友来做互动哦。要送啥物物件？送咱即款来倒手芳的万灵霜哦。昨还佫有咱观众朋友讲，你万灵霜要安怎用？我甲恁讲吼。靠着弄着，阿妈滚紧吼，安动动，安尼吼，边边涩涩叫，摕起来就靠抹，嘿，摕起来就抹，免煮加伤，吼，免啦，迄个足简单诶，你若吼，去外口去网啊加着啦，吼，籽落通加，我咧讲抹就很消，刀伤非伤，对，我咧讲吼，除非干那一项卖抹，就讲你有伤口啦，是，伤口卖抹，吼，伤口卖抹。你若是讲无伤口的，拢总可以擦。甚至讲，咱像阿姐讲说，我都有当去用抓骹啦，我身躯去用抓零啦。这你会使摕去吼，叫师傅甲你抓零的时候。内面有一个高级的精油。对。非常好啦吼，好，讲到这，我甲恁讲，即马要来准备哦。头一首歌曲5字，第2首歌曲6字，准备。夜的月光地茫茫，就在伊玻璃窗。予阮想起着故乡伊一人，伊对阮有情有义，将来有希望。为怎样命去人？为怎样命去人？变成流浪人。这首歌曲叫做啥物名？我来，继续要甲演奏第2首歌曲，听好歌，要歌名，也好你送互你，吼，头拄啊，即个歌曲，
西田先生的这个长鸣曲，去台北奋斗的，一对这个励志的歌曲。所以去呢，我继续要来大家献唱一首过金发宝岛的歌王，真受到欢迎的一首歌曲。调比情乱歌，流浪到千位，月娘已经不就地，我阮地土开。初恋迄个人，你因何这绝情点点来离开？愈大愈来，流出伤心泪。心爱，你到底伫倒位呢？从你来离开了后，我来离开了故乡，身边唱一支吉他来陪伴我，千山万水，然后来唱着你所爱听的一条歌，也已经来到咱南部的温泉乡啦。心爱，你伫倒位？你敢无听见我咧唱予你的歌声？心爱。乡白色雾，一直浮秋天，闪时灯光含爱情，动阮心绵想起迄当时，咱也来洗温泉，快乐过一年。今夜孤单又来，着唱你名字。这首歌曲，这首悲情的这个温泉乡的歌曲叫做什么名？来，杂志。老师准备，咱来公布歌名，来无啦，先一个音乐的啦吼，我搁先消化一下吼。你说。
备来公布答案。头一首，出我来流浪到台北，已经过一年。流浪到台北，好来。即马呢，第二首哦。怎向白线？一直扑秋天，阮怎向会记得？喂，快做节目。来，我这电话稍微记得讲快点。好来，两首歌曲哦，哈，哦，感谢咱观众朋友，真正很厉害呢，越来越多人哈。好，我先甲修凯哦，哈，老师，咱来准备我们的下一首歌曲。伫下一首歌曲的时阵哈，好芳玲来甲咱进一段广告时间。今日广告吼真的是很开心，伫过年前的时阵，互咱观众朋友安尼吼，食甲安尼喙笑目笑，无大紧。伫咧还未开春的时阵，人客都咧录啊，就讲吼，哇，阮在时势啊，转来时阵安尼，吼，食甲真欢喜，啊吼，要搁甲咱加油，吼，要搁甲芳玲工人加油哈，好来哦，哦，感谢您，我来进这段广告，您就知，谢谢。来啦，要来甲咱介绍吼，我甲恁讲，真正是全世界上界好食的日式梅饼啦，大家肯定的哈。迄即届过年的时阵，咱足济咱时大知影过年的时阵，我想要囥一个糖仔饼对无？今年若有买着我的日式梅饼的人，拢总甲囥梅仔饼落去，迄人客食到吼，安尼饿咯，搁煞落讲啊，甲茶两粒啊，讲啊，等下我若开车转去的时阵吼，哦，车底安尼食。足好诶，无大紧吼，真侪时都讲哎有影呢，迄安尼过年时啊油炒啊，食了哦，哇食了伤饱会拄着对无？来甲客厅的时阵，甲偷一粒咱这梅仔饼安尼甲食落去，是，吼，我咧讲笑纳，我咧讲吼，咱这日式梅饼不只讲吼，不只讲会当心丁止渴，吼，你若喙焦的时阵有真侪时都讲做，定喙拢安尼焦焦。啊，茶若啉济的时阵，尤其是出外，茶若啉济的时阵爱走便所对无？我跟你讲会走便所对无？你若是食这梅仔饼的时阵，吼，伊就我咧讲啊，会心丁止渴，较袂喙焦，无担紧。你若出外的时阵，真正啉水会较无方便。你会记得炸这梅仔饼出门的话哈，而且梅仔饼内底有种叫做柠檬酸。果酸、有机酸的成分，伊就会让消毒疲劳。所以讲，你若是人安尼，敢若忝忝的时阵，开车忝忝，还是讲出外的时阵较忝，你就甲含一粒嘛。我咧讲帮助消化。我拄则讲过，你在安尼食油炒食的时阵吼，你即马安尼甲食一粒了后，对着你的胃口也好，袂开鼻的，食了会开鼻。食了后，伊会啦正常，互你安尼消化较好的哈。有够赞的哈。来，全家大细、大大细细拢总介意的，毋是干安尼食尔，伊会当入菜，会当泡茶，会当卤猪脚，会当控猪肉，足好的吼。啊，我咧讲哦，昆明说我讲，啊，佫会当甲笋伤烂。来，今仔吼，观众朋友，两盒，伫咱这两包啦，两大包哈。我甲咱透开，大概我若透开伫遮，安尼闻到迄个气味，啊，我喙烂水就烧出来哈。幸福有感觉。两包。伫日本伫咧卖时，一包980，两包就是2包就是爱偌济，一包若是一包4包到2包就爱980嘛吼。对，980。980，今仔日观众朋友恁注意听哦吼，工厂伫公司安尼看出去，会当看到工厂的厝顶吼，啊迄拍钉，拢总看会到啊哈。所以讲，咱这是工厂直销的介绍，吼，唔免去外销日本，唔免去日本买，嘛唔免去台北高雄买。来，电话甲卡通，你今仔甲我买2包，980块伫日本买，哈，你今仔买的时阵，我搁甲恁加度再加码，买2包，再加送2包，4包，安尼4包对无？980块。来啦，人讲4包无好听啦吼，今仔日
搁甲加度，我叫阮的，处以外我咧讲，吼，你会记得哈嘿？即抓拢总咧卖买拢姓工，好，甲工龄拢有关系哈。姓工姓地恁亲戚啊，嘿来，就是因亲戚关系，才有法度来一个才俗啦。搁甲加度落去。五福临门开大今仔日甲咱买4包哦，买2包已经送2包对无？搁加一加嘛，搁加送1包，安尼拄我咧讲哦，3+2，5包，共款甲你收980块就好。 5包给你收980块。来电话，互咱观众朋友一卡哈包全。部200块。我咧讲，来互人客去算就好啊，吼嘿。来，恁注意听哦，原今价490今仔日有大组的，是来，老师你要准备接电话啊，吼。好。然后我们有大组的哈，今仔日你若甲我买2组，有真侪时段讲好，我过年的时阵吼，摕安尼2包甲做单咯，偌好势咧哈。是。来，今仔日甲咱注文交代时，你买大组的5包加5包偌济啊？就是1960块。对我搁再加码，搁加送你1包，好不好？安尼我咧讲啦，多变11包。减一个宅配费用，吼，减一个宅配费用，所以讲呢，你若甲我买大包的时阵，阮减一个宅配费用，我就甲你收1960块，摕11包转去哦，吼。我即摆要准备来接电话啊，哈。喂，桂美小姐你好。你若过年的时阵，食到买我讲不够的，吼较紧的哈，因为吼。梅子是安尼啦，观众朋友，阮多有量，刚好够有量，吼、你感觉迄一年只有一季尔，一年会当收一届尔，吼，收一届尔，吼。来，0800815181，0800815181，吼。你若是讲生食的体质，我咧讲哦，你食落会当改变体质，也改变碱性的体质。碱性的时阵，你就较健康啊，吼，较健康啊哈，好食。无担紧吼，搁会当神经健康。你若是像放年安尼，我有当时啊吼，甲弹落去，放在那个咱这个茶内底。啊，我咧讲哦，真侪时段讲，迄茶吼，正啊，我无爱啉，较无爱啉滚水。你甲放一包梅仔落去，我咧讲吼，伊就袂安正哈。来，我即摆来倒接电话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阿姐哦，你要梅子吼，啊要一组吼。好，是起价嘛？梅饼梅啊，吼，梅啊，梅饼哦哈，来，起价哦。唔是鱼啊，唔是起粿哦吼，是鱼啊吼，我等下再甲你回电话来。喂，你好，丽玲姐你好。系梅子。梅子。大组的。哦，要大组哦。哦，我下凯哦嘿，谢谢你好，感谢。喂，你好，喂，桂花姐。我甲你订一组大组的啦。哦好，啊大组的吼。我要细组的就好啊。哦好，无要紧啊，我甲你下凯哦嘿，吼，改小组的。好，谢谢。喂，你好，若萍大姐你好。哎。若萍姐，你要一组吼？我金门的。好，金门吼，我知哦。吼，你要大组？要大组细组的？大组的。大组的吼，哦，我下开哈。谢谢大家学落的哈，食到吼喙笑目笑哈。其实吼，咱的梅子内底有种叫做有机酸，伊嘛会当改变咱的循环哦，互你循环较好哦，这是事实的哈。来哦，小凤姐。喂，小凤姐。哦好，我下开哈，好，谢谢哦哈，好，谢谢。哎，你好，喂，你好。你好。喂，大哥哦，要大组。你转啥卡？好，转线卡哟啊！安尼我等下甲你回电话好不好？现在来不及哦吼，你等我一下哈。来，等下再甲你回电话哈，等下甲你回电话。喂，你好，喂，你好。你好。大哥哦，你要啥？你要大组细组？你们那个是梅仔饼啊，是梅子。梅子饼，梅子，落做成甲干燥了后边内底籽摕掉哦吼。梅子。梅啊，其实咱以前梅啊内底拢有籽对无？阮这是无籽的哦，外销日本的哈。好，安尼我再搞这次来3两者哦。哦，你出来厝的参详侪无要紧吼。你要听清楚哦吼。咱这是梅子饼，日式梅饼，每一粒拢总是，这是一粒的梅啊，把这个籽切掉了后，把底饼吼是扁扁的，是这样子哈，吼，酸甘甜啊，酸甘甜。来，王太太你好，来，王太太，你要大组细组的？细组的。好，我下开哦嘿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哈，好，拜拜。你好，你好，小姐啊。美丽姐你好。你好，小姐，我要甲你问一个。因为我自己哦，你甲我讲等下，安尼等下再甲你回电话哦，甲你定下哦嘿。好。喂，你好，喂。
喂，你好，大哥哦，你新朋友我嘞？订一包麦饼，好好，细做的啦吼。细做好好啊。好，我等下再甲你问主旨哦，嘿，吼，新朋友啊，新朋友，较等下再甲你问主旨哦，先甲你写开嘿。好好，谢谢。哎，我咧讲吼，新朋友拢总爱先做登记啦吼对对。来，对电话互咱观众朋友来卡哦，准备哦，来，哇，规个拢个满线咧。观众朋友，真正是过年的时阵吼，嘿，咱足侪阿姐，包括讲上山嫂讲的讲，吼，真正的啦。迄吼，安尼一寡亲戚朋友来的时阵吼，毋捌晓面煮的，大家食到穿头起面，好啊，搁吼有当时啊，互因炸一下丹炉转去的时阵吼，摕2包互因做丹炉，有够赞的哈。好来，谢谢哈。08008105810800815181，大组细组，毋捌食过你搁食买细组就好哈。老师你准备来唱歌，录歌，你来录歌哈。来哟，啊我来接者哈。喂，思梅姐姐，思梅姐。喂，哦，这个怎么会电话今天怪怪的哦，哈。哎，你好，蔡云姐啊。我搁甲你提杯啊。哦，要啊，蔡云这行哦。好，啊，你要大组细组的？细组的多。细组吼，我写开哦嘿。哦，你买足济遍啊啦吼。哎。买有够济遍啊，好食啦吼。好，谢谢你哦嘿。啊，你好，来。喂，武雄大哥，武雄嫂哦。嗨，啊，武雄嫂，你今仔要大组细组的？我细组。好，我写开哦嘿。你知我吼？嘿，我知，有资料哦吼。好，谢谢，有资料哦嘿。哎，有资料啦吼。对，好的，谢谢你，谢谢啊哈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汤平大哥你好。较大声拢无听。来，汤平大哥。你啥人？汤平大哥，我帮你哦嘿。嘿，你要大组细组的？等偌济啊吼，我要扩音，互人客听，你等偌济啊？好来，来，汤平大哥，我跟你讲吼，一大南投县啦，我跟你讲吼，足济咱南投县啦，讲这种咸酸甜，大家知好食无？我甲你讲，梅啊本来就足好食。嘿，啊，搁安尼做有即款物件，若叫细组的无菜啦，啊叫大组的食，毋则食了。佮唔才有够，安尼才有够吼。哎，有啦。好啦，谢谢你哈。哎，谢谢啦。好，感谢你啦。你看日本人真爱食，对，爱食就这吼，这个咸酸甜，是，对无？啊，伊本身便当啊，拢总有甲放一两粒啊，安尼，吼，伊会当抗困。对。这个便当的时候，甲放一粒，吼，这粒落甲放落去的时阵，唐和姐，伊会当加冻咧6点钟久未臭酸。你甲看讲这个天一个物件，遮尔好，吼。这个成分内面有酵素，有这个纤维，这对咱身体拢真好。有这个维他命的时 A， 维他命的时阵 B1、B2 也甲 C， 以及这个矿物质，吼，到有机酸，也到就这梅氨酸，佫会当泡茶，佫会当入菜。所以你若讲控猪肉的时阵，迄个猪肉无猪膏味啦。啊，你若如果来讲食煮海产，甲做酒咸落去，吼，落去使用。伊本身就是它会提干，伊会较干，佮而且佮无做这个海产的臭醋味，吼，有臭醋就是较无青啦，吼，安尼啊，会当直接吼，啊落去使用安尼，对无？啊，即款的做这呢，每一粒呢，拢总是上界水的人面呢，水甲提掉了后，讲到这大细汉来甲使用拢真好，对啦，吼，食一个讲麦脆蛋，食一个生丁子壳，老大人的时目较袂去夹着。吼，啊吞物件佫较好吞，你着记达到到本啦。是啊，来，即摆互老师来安排歌曲啦，吼，线卡啦，嘿，阿芳玲即摆来先来倒接一寡电话了吼，甲恁倒笑话一寡电话，嘿，谢谢。哎，你好，港都好男儿。我知，大仔吼，好介过。吹着小小城市，港都生活
全靠勇气情义，提出勇气，尊重正义，做着好男儿，这就是有野的港都好男儿。踏着小小社区，港岛男儿为爱付出情义，只有真情并无虚伪，纯情对。港都好男儿，提出勇气，尊重正义，做着好男儿，这就是有野的港都好男儿。港都好男儿，来，这个伫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，甲即摆现主持员共款吼，咱的撇柜支持吼，也有咱就这个土园的陈大姐，咱的这个新来拄只吼，有咱观众朋友0535，来继续，你我讲吼，电话卡通的时候加等一时时啊，好不好？加等一时啊，好像咱拄只啊，咱这个碧桂姐在讲啊，可以卤肉哦，会咯，卤猪卡，卤控吧，你甲掺，你若是猪卡头卵，我像讲我来讲吼，我拢是讲卤开吼，一边工，如果卤咧两卡，我大概吼一鼎，我才放下炒6-7粒啊，安尼，这样就够了吼，这样就够了吼。迄卤起来吼，气味无共款。伊即粒的时候比肉更较好食。真的哦，真正是安尼。啊，伊像这你若讲一般时候卤出即个吼酱鸡啊，迄无稀罕，吼，你着甲掺出6-7粒落去安尼。试看卖啊咧哈。迄整个拢总无迄个猪，会像即个猪膏味甲草莧味。绝对无的啦。啊，你若如果来讲你咧吹鱼的当中的时候，我咧讲一摆1粒至2粒。啊，你甲切落幼安尼甲铺伫顶头。哎，拢总未臭臭，真的很厉害，提味的，是的，好，来，啊，我今晚好先来邀请到今仔日的艺术家来邀歌哈。来，游翔山，游大嫂，恭喜你！哎，无简单，无简单哦。来，调整音乐啊，走入去。哦，来。嗨，来哟，感谢咱的翔山嫂哈，啊嘛恭喜你，然后嘿，谢谢大家。来啊，今仔日吼这个档期呢，特别啦，过年后的时阵吼，因为足侪咱观众朋友讲。哦，啊，过年的时阵，大家咱提到吼无够，油草是大家拢总食油草，至于讲或者来的时阵，
哎呦，迄个鹅肉，即个鹅肉，才讲拢无够互人啦。哦，你包括讲像昨迄个咱的大姚金嫂啊，姚金嫂啊讲吼，哦，芳玲啊，迄安尼查某囝新妇转来时阵吼，鹅肉干我拢较紧诶，一人一包，一人2包啦，伊讲2包啦吼。结果吼，摕到尾讲家己剩包外尔。过年的时阵吼，来去拜访的时阵，吼，人4个人的时阵，这物件足好诶，够好食，吼，礼轻应重。食一个咸酸甜，佫会当互人大趁钱呢。对啊，都变200块。对啊，变啦吼。好来快手快紧的哦嘿，阮线卡继续甲恁做服务啊哈，谢谢。来一首《爸母丹》，就是我的歌呢。来哦，这首歌曲是咱的刘太太，也够咱刘大哥，咱上文清哥哥，我娇姐啊，春雄哥哥收点帮你唱啊，谢谢。爸母丹，笑温温，遥遥含泪叹亲眷，无忧愁，无怨恨，大寿回。谢谢我们的丽姐、刘大哥、魔导刘太太、关聪大哥、陈叔哥哥、水章哥、金昌大哥、翠英阿姐啊，你的朋友声拢总有收到哈。好，来陈大姐、点山哥哥、小翁，谢谢丽华姐姐、明豪哥哥，感谢，谢谢洪乖姐啊。感谢咱观众朋友，咱小等下录节目了后，工人甲芳玲来线卡继续甲恁做服务。头前的专线电话：08008151810800815181的电话，继续互咱观众。